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由一阵帕金森的病友所组成的“谁怕谁”的这个宽带的健行团，宽台湾岛的第18站，今仔日来到南投埔里的地母庙。上界主要嘛是要教导老大人用这个健走杖来行路，让运动更加安全。 埔里镇地母庙有一阵老大人参加健行运动，90岁乐龄时代表示讲，食老同款会使健康的运动。来遮我伊互相照顾啦，吼，地是交换啦，吼，大家安尼做成了真好啦。郭建中医师设计一个安全运动计划，教大家安怎举拐啊来行路。用健走杖吼，这个方法吼，用健走杖吼。 来打败肌少症，来翻转这个轮椅文化。帕金森病友快乐促进会会长陈定国，这摆特别分享伊调整病症33年的经验。咱老拄拄就很苦的，无经验啊，无地问啊，我愿意提出我的经验，和大家分享啊。 埔里镇长表示讲，未来会伫社区继续推广老人健康的运动观念，希望大家拢行出来运动，快乐的生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